前任會館主席李瑞華。巴倫西亞中華會館係喺佢任內建成嘅，佢嘅功勞亦為當地華人所津津樂道。巴倫西亞市早期嘅中華會館喺40年前由當時嘅青年僑領吳國良、鄭俊偉、吳贏凱等人創立。我當時嚟嗰陣時咧就係1959年，1959年係華聯城做生意，嗰陣時咧都係30幾人啫。咁拉尾之後咧就啲人咧逐漸多嚟咗啦，大概有30幾人嗰陣時咧就需要一個地方，即係我哋大家咧聚擺戲啊、娛樂啊咁。大概最後1961年咧，咁就開始籌備，即係可以租一個地方，俾咗人租一個地方嚟大家嚟攞嚟聚腳嘅啫。咁然後咧一路人多啦，咁拉尾咧就一路發展擴大咗啦。從會館建立直到1991年呢30年時間入邊，巴倫西亞中華會館始終都係局限於所租賃嚟嘅200平方米嘅平房入邊活動，冇取得一啲大嘅發展。隨住巴倫西亞華人嘅不斷增多，興建一所新會館嘅呼聲越嚟越高。1991年，嚟自我市青蛙綜合場嘅鄉親李瑞華被推選為巴倫西亞中華會館主席，佢決定要喺任期內建造一所新嘅中華會館。經過一番努力，會館終於喺1992年成功咁購買咗一塊地皮。但係有咗地皮之後，又要考慮龐大嘅建築費。為咗解決呢筆款項，會館決定以募捐嘅方式嚟集資。此舉得到會館全體委員同埋廣大僑胞嘅積極捐款，唔到1年嘅時間，已經籌得8000多萬委幣，按當時嘅比值約為90多萬美元。呢筆款項基本可以解決新會館主樓嘅建築費。1994年5月1號，佔地面積1440平方米嘅新會館主樓工程喺廣大僑胞嘅熱切期盼當中破土動工啦。正所謂欲速則不達，喺動工18天之後，會館工程就被市政局勒令停工。因為會館工程只係憑私情批落嚟嘅，並冇經市政局會議通過同埋工程局嘅批准。喺停工嘅3個月期間，正值委幣大貶值，導致復工之後建築費大大超出咗預算。儘管會館再次發動僑胞捐款，但係終究係入不敷出。而建築商更係提出，如果短期內唔交足工程款就封館。因為超支嘅金額巨大，難以一下子籌到，所以唔少個委員同埋僑胞頓時束手無策，情緒低落，只能夠係望樓輕嘆。更有個別嘅委員提出將工程再次停工，但係當時任會館主席嘅李瑞華卻堅持無論幾困難都要將會館建好。喺會館全體委員同埋廣大僑胞嘅共同努力下，通過捐款、借款、貸款嘅方式籌足咗建築費用，使工程順利完成。1997年2月15號，巴倫西亞中華會館終於正式竣工交付使用。對此，廣大僑胞無不歡欣鼓舞，激動萬分。即係我哋中華會館嘅宗旨咧，就係因為我哋大家都係由中國嚟呢度。就希望即係藉著呢個中華會館咧，即係大家聯絡啲感情同埋鄉情，大家即係集合一點力。第一就維護自己，即係第二咧就希望大家集合咧都為當地嘅政府即係做啲事，即係等當地嘅人民咧對我哋有好感，即係呢係最大嘅宗旨。兼及咧即係提攜我哋啲後輩啊，等佢有機會咧即係大家聚集一齊，互相有聯繫咁樣。新中華會館嘅建成，為巴倫西亞嘅華人帶嚟咗一片豔陽天。唔少外國朋友同埋當地嘅政要都要對華人刮目相看。一啲外國會館仲主動同中華會館掛鈎，結成友好會館。廣大華僑同外國人講起中華會館嘅時候，更加係自豪萬分。呢一切都表明當地華人嘅地位正逐步得到提高。而家新會館既有老一輩嘅娛樂設施，又有年輕一輩嘅體育場地。每到晚上呢度就熱鬧起嚟，喺車場停滿各類嘅汽車，踢足球、打籃球，成咗當地青年華人嘅首選項目。
而會館就表示要繼續完善各項嘅設施，為廣大嘅僑胞提供一個更加理想嘅活動場所。目前呢嗰間會館係啱啱建成啦，咁按照好多設施呢係未完成嘅，咁因為停車場啊、游泳場啊、游泳池啊呢方面呢，即係我哋準備逐步呢為即係分步計劃，唔係一束過，因為我哋嘅會館係會建錢嘅，目前還未有咁嘅經濟。依家我哋準備喺緊下一屆先規劃，再呢緊整好個停車場，再停整個嘅游泳池。係啦，跟住咧，我哋咧即係首先完善咗基本嘅建設之後咧，我哋仲有一個計劃咧，就係想喺我哋會館咧開辦一個中文班同埋西班牙班。中文班咧，我哋所開辦中文班嘅意用咧，就係咧，即係等我哋喺第二代喺呢度出世嗰啲鄉里啲仔女咧，因為佢哋喺呢度出世咧，就冇機會咧能夠學到我哋嘅中國文化，所以我哋想開呢個中文班咧，就係等佢哋咧，就喺呢度生長得好，都能夠學到我哋中國嘅文化，同埋唔好忘我哋自己本身嘅語言。第二咧，西班牙班咧就係等新嚟嗰啲鄉里咧，能夠有一個基本嘅程式咧，去學習呢啲西班牙語，等佢啲更加快啲咧融入呢個社會工作。目前為建設新會館而嘔心瀝血嘅李瑞華喺連續當選2屆會館主席之後，已經任滿離職。為咗表彰佢對社團嘅突出貢獻，巴倫西亞市所屬省份嘅商會加省華人雜貨同業商會喺2000年春節時授予一幅寫住僑界先鋒嘅牌匾給李瑞華。喺2000年5月28號，巴倫西亞市市長將市政府嘅榮譽勳章頒俾李瑞華，表彰佢對巴倫西亞市嘅貢獻。喺委內瑞拉，我哋經常聽到一句俗語，叫做人無正種，樹無正根。究竟呢句話係點解嘅呢？睇完呢集節目你就知道噶啦。其實所謂人無正種，意思即係話委內瑞拉係一個多民族嘅移民國家，人種好多，冇正宗嘅委內瑞拉人，大多數都係混血兒。而樹無正根係指委內瑞拉小颱風、土地肥沃，嗰度嘅樹嘅根部都係向四周生長嘅，唔係好似我哋常見嘅樹一樣，有一條又長又深嘅中根去吸取養分。委內瑞拉現有人口約2370萬，近100年嚟，歐洲特別係葡萄牙、西班牙同埋意大利嘅移民大量湧入委內瑞拉。因此，居民中由歐洲移民同埋印第安人聯婚後所生嘅混血人種佔咗全國人口嘅58%。此外，仲有29%係白色人種，有11%係黑色人種。呢啲黑人係過去從非洲運嚟嘅黑人奴隸嘅後代，而印第安人約有27個部族，佔咗全國人口嘅2%。主要居住喺蘇里亞州同埋亞馬孫州等地。委內瑞拉嘅人口密度係每平方公里25.8人，全國人口29歲以下嘅佔咗48%左右，全國77%嘅人口居住喺城市。喺採訪當中，我哋真正領略到委內瑞拉人無正種嘅含義。喺呢度嘅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見到各式各樣嘅唔同膚色、唔同特徵嘅人種，有棕色嘅，有黑色嘅，有白色嘅，有黃色嘅。
我哋曾經仔細咁觀察過，即使係喺一間唐人餐館嘅飯廳入邊，人種往往會多達3-4種以上。正面望過去睇到嘅係白色人種，側面望過去睇到嘅係混血兒，轉身會見到黑人，旁邊坐住嘅卻係黃色人種。呢一種情形經常可以見到，我哋會好似一種置身民族大集會嘅感覺。呢度啲老華僑有一句俗話，就叫做人無正種，事無正根。因為佢各國嘅人喺呢度都有，特別咧就意大利人啦、西班牙人啦，同埋呢個葡萄牙人啦、中國人啦，同埋中東嗰度亦都好多人。咁咧，所以個混血兒啊，咁啊嗰個呢同呢個結婚，呢個同嗰個結婚，咁啊所以好多混血兒，咁就約歸咁嘅話。但事無正根咧，好可能咧就係呢啲土地肥沃啊，佢向嗰邊生起去，就唔使向下邊生起落，就咁嘅意思。啲人就要做，所以形成呢句嘅俗話。委內瑞拉雖然民族眾多，係一個多民族嘅國家，但係各民族之間都能夠和平共處，呢個係十分難能可貴嘅。委內瑞拉嘅樹木一年到晚鬱鬱蔥蔥，枝繁葉茂，森林覆蓋面積佔全國30%嘅國土。但係委國嘅樹木一般嚟講都係冇中根嘅。聽講話係因為委國嘅土地非常肥沃，樹木嘅根部喺淺土層就能夠吸收養分，無需深入到好深嘅土壤入邊，因此呢度嘅樹木都係冇中根嘅。委國土地肥沃，但係全國農業並不發達。全國有可耕地面積3000萬公頃，但係種植面積只有300萬公頃，仍然有好大嘅發展潛力。觀眾朋友，呢度係委內瑞拉第4大城市巴基斯坦一度郊外嘅一個大型嘅批發市場，亦都係全南美洲最大嘅、最現代化嘅一個批發市場。咁其中，我哋好多恩平嘅鄉親就喺呢度做生意噶啦。而巴伐華人商會呢，亦都係設喺呢度嘅。巴基西梅托市有人口約60多萬。其中華人有4000多人，大部分係恩平籍嘅鄉親，仲有啲係台山、中山等地嚟嘅華人。從巴阜市區乘車約半小時嘅車程，就嚟到位於巴阜工業區內嘅副食品批發市場。呢個被稱為南美洲最大、最現代化嘅副食品批發市場，講佢保衛森嚴，似乎有啲誇張。因為進出入批發市場嘅車輛都要接受荷槍實彈嘅軍人嘅檢查。當然，軍人檢查嘅情景係唔俾我哋拍攝嘅。據帶領我哋去拍攝嘅僑領嘅介紹，呢度要由荷槍實彈嘅軍人嚟把守同埋檢查，係因為進出批發市場嘅車輛好多係從外省嚟嘅，一啲仲係嚟自毗鄰販毒王國哥倫比亞嘅省份或者係城市嘅。為咗打擊販毒、走私等違法活動，就出動咗軍人嚟檢查。呢個批發市場佔地6公頃，裏面商鋪林立。雖然我哋去嘅時候並非係交易最旺嘅時間，但係依然見到貨如輪轉嘅交易情形。嚟自各地嘅商家都習慣嚟呢度辦貨。喺批發市場北面嘅一家鋪位，就係巴基西梅托阜嘅華商聯合會，簡稱巴阜華人商會。商會集合咗118家巴阜嘅華人超市同埋商行，規模相當龐大。
為咗使華人經商有更大嘅優勢，取得較好嘅入貨價格，維護華商嘅合法權益，118家華人商行同埋超市均由巴埠華人商會統一訂貨。咁樣一來，取貨就變得數量大、優惠多，引致唔少嘅外國人嘅廠家或者係經銷商紛紛主動上門同巴埠華人商會洽談交易業務，期望將自己嘅產品打進100多家嘅華人商店。巴埠華人商會現任主席陳瑞堅係柯市東城人，副主席蔡佐明係台新人。喺呢個大型副食品批發市場入邊，由華人經營嘅批發行有10幾家，佢哋嘅規模都比較大。其中商會主席陳瑞堅就有2間批發行，一間由佢嘅仔打理，另一間由佢嘅女同埋女婿打理。2間店嘅生意都比較好。此外，陳瑞堅喺另外嘅地方仲開咗2間嘅超市，一間面積約550平方米，另一間有750平方米。佢話而家佢嘅鋪頭已經全部交俾啲仔女去經營同埋管理，自己好少插手去過問。不過陳瑞堅話，雖然自己生意可以唔理，但係自己被推選為華人商會主席之後，卻經常為商會嘅事務東奔西走。佢表示喺遠離祖國大陸嘅地方，能有機會為僑胞出啲力，佢非常樂意。近幾年嚟，委內瑞拉嘅治安唔係咁好，令到好多做生意嘅華僑都好擔心鋪頭被搶劫。雖然係咁樣，喺馬拉開波市嘅馮氏三兄弟卻專門做貴重品生意，開金鋪。馮氏三兄弟從1958年以嚟，已先後開咗5間金鋪。佢哋與眾不同，憑住個人嘅膽識同埋智慧，扣金掘金，做住另類生意，而且一樣風生水起。委內瑞拉近幾年治安問題唔係幾穩定，打劫商鋪嘅事情時有發生，因此唔少華僑做生意嘅時候唔多唔少會帶啲避重就輕嘅想法，選擇一啲比較安全嘅行業嚟發展。但係亦有人話，越危險嘅行業越容易賺錢，越具誘惑力。信奉呢句說話嘅不乏其人。馬拉開波市嘅馮氏三兄弟就係其中嘅佼佼者。要知道喺治安唔好嘅地方開金鋪唔係人人都敢嘅，何況仲開咗5間添。馮氏三兄弟原籍柯市牛江鎮昌梅村委會，一個叫馮潤新，一個叫馮國平，另一個叫馮潤登。馮潤新已經71歲，係三兄弟最早嚟到委內瑞拉嘅。幾時過嚟委內瑞拉嘅？1956年。依家你一共經營幾間呢金鋪啊？即係我哋經營大陸咪，即係要緊仲未有走啦，我咪5間，即係5間即係經營燒料啊、金尾啊嗰啲。咁啊，聽講咧，咁啊，全委內瑞拉咧，咁啊啲華人咧係你第一個做呢啲金鋪生意嘅，點解你會揀做呢啲行業咧？點解我嚟到嗰度咧，因為個香港香港啲都做過嚟。我有個即係我想寄呢個超市嚟寄，即係鄭尾呢邊嚟發行，不過我要46個月，我冇自己去咯，係嘛？自己去慢慢減尾咁啊，好似46香港人領車咁耐噶嘛，不過46個月咁啊去，從1958年啊去到依家，仲做緊嗰間啊，即係做咗44年嗰間記嘅仲係做緊。於是馮潤新從陶塑代理手錶做起嘅時候，就開始做埋金銀首飾，而且馮潤新嘅金鋪一路嚟生意做得好好，而且工作清閒，利潤又高，令做雜貨批發同埋開餐館嘅弟弟馮國平
睇到都心喐喐。之後自己又走上咗呢條黃金路，開咗間金鋪。我嘅大佬呢，原來都係做上40年啦。我原來做餐館，做間紅餅鋪開發，係那係老做呢鋪嘅啦。我都上條咪就揾間佢做到到下邊嘅啦。做下呢，嗌佢即係結婚咯，或者合家上先就即係揾間做嗰啲啦。係啦，做呢度監做即係師爺咁嚟個花嘅場。呢間喺鬧市中心嘅金鋪睇起上嚟冇咩特別，但係佢已經係經營咗25年嘅老店啦，喺當地亦少有名氣。店入邊嘅擺設亦具有濃厚嘅中國特色，牆上懸掛咗好幾幅嘅漢字書法作品。雖然前嚟買金嘅外國人唔識睇，但係佢哋可以幫助已經71歲高齡嘅馮潤新分解一下對祖國嘅思念。喺偉國生活咗44年，馮潤新早就練就咗一口流利嘅西班牙語。但係當佢見到我哋來採訪嘅時候，濃厚嘅鄉音依然絲毫未改。叔叔啊，呢間金鋪係你第幾間啊？嗰間款行。第幾間啊？第2間咯。呢間係幾時開嘅？1975年嚟嘅。即係1975年。即係就25年㗎啦，嗰間都。25年。一直都係喺呢度。呢度上邊嗰間乜嘢咧，就好麻煩嘅。就開咗25年。開咗25年。啲生意好唔好啊？長期呢個好啲啦，依家淡淡啲嘅萬斤賺兩餐嘅依家寄魚咁啊，要咩賺啊咁？依家數呢年數啦，萬斤冇數，經濟唔好。呢度係委內瑞拉第2大城市馬拉開波市最大型、最高級嘅綜合購物中心，裡面設有一個溜冰場。4層高嘅主體大樓商鋪林立，前嚟購物嘅顧客絡繹不絕。3年前，馮國平花咗60萬美元喺呢個商場入邊買咗一個鋪位，再出租給別人。2000年10月份，開金鋪嘗到甜頭嘅馮國平決定收翻鋪位，開設自己第2間金鋪。我哋採訪佢嘅時候，佢正忙住張羅間金鋪，準備過2日就開張。咁呢間金鋪大概需要投資幾錢咁樣？呢間嘅貨呢，我淨係買呢個烏拉呢，已經呢已經買60萬美金買嘅烏拉啊！我當日質地呢邊嘅啲骨價話平嘛，500蚊係咧成100蚊美金呢一個平方嘅嘢。即係買咗落嚟。我淨係買嗰啲簡單嗰啲樹剪嚟㗎，啲石器嚟㗎係，即係呢啲本石器啊！我自己整塊嗰啲櫃呢已經呢。成呢一買3萬蚊美金整係啲攰，總共投資幾多？總共呢係最起碼呢要80萬美金，嚟為咪可付啊！即係連鋪帶連係嘢呢，攞埋晒啲準備開張呢80萬係最咪可付啊！即係美金啊嘛，另外啲付啊啲份我冇足價出嚟呢付啊。馮潤新話：佢另一個大弟馮潤登亦經營住一間金鋪，生意都唔錯。42年嚟，馮氏兄弟已經陸陸續續開咗5間金鋪。點解佢哋咁偏愛呢行呢？做嗰行真係以前係利潤啊！呢個行即係賺錢，即係冇即係自在啲啦。咁啊，即係做間啦，咁啊即係利潤啊！呢個閃啲啦，即係做雜貨咁樣利潤啊，平啲咁嘅做嗰行咯。以前賺得又容易。納稅都平啲，樣都平啲，即係利潤多啲啲咁咪即係做嗰行咯。呢行呢都幾好揾食啊！即係呢生意唔使話話變啊，自己唔使即係啲骨呢好話變嘅嚟。即係呢行咧就比做雜貨鋪咧少咗好多啊！呢個自在呢。靠開金鋪嚟賺錢，馮潤新算係馬拉開波市，甚至係全委內瑞拉華僑當中嘅第一人。佢同佢嘅兄弟靠住搭住一條黃金路而創出一片天地，
足以為呂偉恩平人嘅歷史添上濃墨重彩嘅一筆。海濱城市馬拉開波係委內瑞拉第二大城市同海港，佢擁有全南美洲最大嘅湖泊、最長嘅橋梁同埋委內瑞拉全國最大嘅原油生產基地。佢唔單止經濟發達，旅遊資源呢亦都十分豐富。下邊呢，我就帶大家一齊嚟參觀一下。委內瑞拉第二大城市馬拉開波市係蘇利亞州嘅首府，人口140多萬，位於馬拉開波湖海峽西岸。原係一個小型咖啡出口港。1918年，因馬拉開波湖發現豐富油田而飛速發展，喺短短10年之內，成為一座遠近聞名嘅石油城。馬拉開波湖係南美洲最大嘅湖泊，面積為14,344平方公里，南北長155公里，東西最寬處120公里。北部通往加勒比海嘅出口水道長55公里，相對整個湖嚟講非常狹窄，使馬拉開波湖嘅形狀如同一個大肚細頸嘅瓶子。湖水最深處250米，湖水係淡水。北部同加勒比海相通處嘅湖水係鹹淡水。馬拉開波湖湖區及周圍嘅沼澤地係委內瑞拉重要嘅石油產地，原油經過馬拉開波湖航道向外出口。呢條航道亦被稱之為委內瑞拉嘅黃金水道。觀眾朋友，依家我身後邊呢個係委內瑞拉嘅馬拉開波湖，係全南美洲最大嘅湖泊。委內瑞拉呢係全球著名嘅石油生產國，咁其中最大嘅石油生產基地呢就喺呢個湖泊入邊噶啦。馬拉開波湖上油井林立，當中既有本國嘅油井，亦都有外國包括中國在內投資開發嘅油井。呢度油井嘅原油產量佔全國總產量嘅2/3。馬拉開波湖將西岸嘅馬拉開波市同東北部地區分隔開嚟，為咗連接呢兩個地方，喺20世紀50-60年代，由德國人喺呢度建成咗著名嘅烏達內塔將軍橋。觀眾朋友，依家我哋部車呢正喺一座橫跨馬拉開波湖嘅一座大橋上邊行駛。咁呢座橋呢全長10公里，係全南美洲最長嘅橋梁。烏達內塔將軍橋宏偉壯觀，建成之後極大咁改善咗當地嘅交通狀況，加快咗當地貿易嘅發展，同時亦逐漸成為馬拉開波市嘅主要標誌性建築之一。講到馬拉開波市，就唔能夠唔講一下委內瑞拉呢個國名嘅由來。據史料記載，1504年，西班牙探險家德奧克達率領探險隊從加勒比海向南航行，進入馬拉開波湖區。佢發現當地土著居民嘅好多房屋建喺湖中露出水面嘅木樁之上，湖上仲浮蕩住一啲用蒲草紮成嘅小墳，好似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嘅風光。就將呢個地區稱為委內瑞拉，意即小威尼斯。隨後，委內瑞拉就演變成而家嘅國名啦。